哦，会对有兴趣的拢会使起来读啦吼。好，咱开始吼。顶回读到即个入台川市的家吼，对遮要开始。啊，进前的故事，前三集的故事吼，就是拢是咧讲，即个志勤做查某囡仔时的代志吼。过来就是伊要嫁翁啊吼，所以这第四章就开始讲去伊将来即个因翁即边吼，叫做大川吼，入大川市的家。好，咱来看第一段。据说大川市，徛起伫净水边，有一个新妇仔某生一个囝，叫做清流哦。即个一开始小介大川市就讲，其实伊已经有一个后生啊吼，叫做清流。为着后壁这是不正吼，为着不正，照当时的法度，就写遗嘱互伊去吼。即段即句话简单讲安尼尔吼，就是离婚啊啦吼。啊，为虾米离婚咧？讲为着不正，伊敢若安尼3字尔吼，4字啊吼。为着不正，为着一个毋知虾米无正当的代志啊吼，就照当时的法度吼，迄当阵啊的法度，就是即个法度，就是迄当阵的制度啦吼，迄当阵的逐个做代志的方法吼，叫做法度。讲无法度，无即咱即嘛讲有时讲啊，无法度，无法度，就是无照代志，无照即个制度办啦吼。啊，但是咱即嘛讲无法度，是讲伊无即个能力吼，not capable。清华教授有一个注解啊，清华教授是讲，迄个法度是一个办法，然后伊搁写一个英文字 situation，嘿，可能真正就是迄当时的一个状况，是，因为敢会是因为一直教导个人就是讲一定爱出庭，啊无就是爱去外口生啊呢，啊所以当然即马敢看即几句毋知影，伊就讲为着不正，到底啥物不正毋知影，咱即马看袂出来啥物不正，所以就照当时的法度，啊清华教授是讲，迄个法度是办法甲 situation 嘛，那照我所理解，迄个 situation 可能就是迄当时，若阵讲我拄则要的，因为无出庭，所以就叫伊离开，也是安怎毋知影。啊，毋过又生一个囝，啊，迄个囝正看会出来是查甫无毋知影，反正就是，咱即嘛是咧讲有法度无法度，有裁调无裁调嘛。啊，当然迄个法度会使有不了多的理境去使用，大概是安尼。啊，我就讲，我就讲手头即本，李清华教授是中文，我毋知这算中文还是台语啦，办法 situation 安尼，以上。好，咱来查一下法度吼。代理店法度 HOATTOU 第7声吼。法度、方法、手段、办法吼。法度。我有个找无啊，伫个日文版的伫倒位啊？法庭
遮吼法度、方法、时刻达、手段、需要、十倍吼。因无例词、无例句啦吼，干那安尼写。方法、手段、办法吼，照当时的即个法度吼，就写例子互伊去吼。例子就是例书啦吼，就是离婚。例子，咱来查了例子吼。例第二点无收例子，收例书尔吼。例子是收伫咧其他腔口吼。这应该无算其他腔口啦，这是应该是文音甲鼻音的差尔吼。因为你若腔口，就是像阮的腔口是叫做例子吼，例诗、例子，都是例言状啦吼。所以台语内底较接讲的、较接听人讲的是例言啦吼。较我看觅啊，若是离婚咁。离婚离言吼。好，最后一句是讲，迄时清流遥岁寒吼，就是因即个大川含伊即个新妇仔某离婚的时阵呢，囝佫足细汉，表示讲足早就离啊嘛，就是新妇仔某，毋是凊彩某拢叫新妇仔某吼，新妇仔某是即个查某囡仔、查某人是自细汉就来大川市因兜做新妇仔吼，啊，较大汉了后，就两个杀做对吼。即个专用词啦吼，杀做对其实应该是迄当阵，即个厝里后生含新妇仔，结做翁仔某，叫做杀做对啦吼。咱看觅杀做对即嘛，杀做对迄当阵的用法，毋知有无啦？查看觅啊吼。杀，先用杀来测看觅啊。杀红、杀笑、杀出去、杀做伙、杀做对，有啦吼。第二点有收杀做对吼，伊这是杀做对，就是互新妇仔甲囝合房成做夫妇吼。所以毋是凊彩男女拢叫做杀做对啊，杀做对其实是较早是专用词啦吼。杀做对吼，看遮日文版。杀卡，我特别的日文版来找足久。杀船、杀厝，为啥物无看？杀边边体面。杀红、杀伊、杀倒。遮，找到上尾啊才找着。等下，做对进前，我来看一下这诉苦伫台语竟然有即个讲法啊！
思考 ，OK， 思考，思考 ，OK， 对，好，先看杀做对啦吼，杀做对，Hisco 都新妇啊，吼，那多哦，一宿你死了，吼，就是头一拄则迄个信盲爱鬼色啦，吼，夫妇你死了，吼，哦，所以夫妇你死了嘛，其实嘛是会使就对啦 ，OK。哦，信盲爱敢若翻译头前新妇仔，甲新妇仔甲一个新妇仔甲囝合房吼，做翁某。啊，日文版伊阁有另外阁有写一个夫妇你死了，安尼就是讲无讲这是一定是新妇仔含后生啦吼，可能一般查甫查某，做翁仔某拢会当讲叫做杀做对啦吼，但是我是较罕会听啦吼。好 ，OK， 规正我一个观念啦吼，对即个事的一个观念，杀做对吼，新妇仔。OK， 我看嘛有啥物，阁有啥物事爱解说？芭比，你敢有啥即段敢有啥物事想要进一步了解？我阁读一遍吼，曲说。大川是徛起伫静水边，曲说是文言讲法啦吼。曲说、确说啦吼，华语就是安尼写吼。这要安怎解释？这无啥物好解释，就是。应该是讲头前咧讲别个故事嘛，拢咧静水边，即嘛就讲翻头要来讲大川是因兜的代志。伊头前咧讲，拢咧讲志勤因兜嘛，伊主角算志勤，即摆可能要带入来讲，含志勤要有关系即个人，所以就是讲头前拢咧讲志勤因兜的代志，像咯翻头要来讲即个大川是因兜，大概即种啥物布袋戏、歌戏较古早的代志的时阵，头前讲到一个段落了后，起头就拢讲曲说，啥物安尼，我印象中我的记感是安尼啦。就是啊，台语大书店无收吼。曲说，当然你对文理上的理解，就是拄则马文所讲的嘛吼，就是即马故事要转一个话的时阵会安尼讲吼。曲说，拄则进前3回即个故事拢是咧讲志勤的故事嘛，即马即马要换一个方向，要讲另外一段故事吼。就是曲说，曲说大川，但这是文言讲法啦，平常伊讲白话袂安尼讲啦吼。或者是你伫咧讲古的时阵，就用文言的词就走出来吼。曲说大川是徛起伫静水边吼，徛起就是一般讲 live in 啥物所在安尼吼。啥物所在算地伊嘛是吼，算地伊嘛是就是徛起吼。好。查遐徛起啦吼，看者有啥物徛第7声，看者有啥物例句通学的吼。徛起吼，就是第一个意思就是住伫倒位嘛吼，住伫啥物所在吼。第二个意思就是人际关系，这我等下再来看吼，我无印象吼。第三个是内容，哦，我阁毋知影有即种用法。好，住伫啥物所在？譬如讲，踮台湾徛起，吼，就是住伫台湾吼。徛起伫街市，吼，就是毋是住庄骹啦，吼，住伫街市，吼，徛起伫啥物所在？吼，伫啥物所在徛起，吼，拢会使吼。第二个人际关系，吼。甲人会徛起吼，还是甲人无徛起哦？即种讲法，我学起来吼，即会当理解啦。比如你若别人安尼讲的时阵，甲人会徛起吼，甲人无徛起，应该会当想会到啦吼。因为徛起就是 live in somewhere live 诶啥物所在吼。甲人会徛起就是有法度含人 get along， 含人斗阵吼，含人徛起伫啥物所在安尼。
甲人会徛起嘛，吼，有法度含人住伫个啥物所在安尼啦，吼，就是你含人有法度住做伙，有法度含人斗阵甲足好诶相处，甲足好诶安尼吼。所以甲人会徛起，甲人无徛起，甲人无徛起，就是无你含人计接诶啦。平常时无含人，平常时无人你含人交陪诶吼。好，这是第二个意思。第三个意思耐用吼 ，durable goods 耐用。咱来看伊个例词吼，例句。什么条较有徛起吼？什么条较有徛起？这是个延伸的用法吼。第二个已经就是延伸用法，第三个搁较延伸搁较远吼。拄则是人徛起，嘛即嘛是物件徛起吼。什么条较有徛起，就是什么条较会动啦吼。咱即嘛白话是讲啊，较会动，较有动，较有动，较 durable 吼，较有法度。什么条较有徛起，就是什么条较勇啦，较徛起伫遐就袂歹去，袂倒去安尼吼。即块布做衫较有徛起吼，哇，这徛起阁会当理解吼。布做衫较有徛起吼，你着延伸阁延伸一延去啊吼。即块布做衫较有徛起，较会动吼，较袂破去吼。好啦，这学起来吼，咱台语词吼，其实足侪伫生活上诶应用，都已经拢100%是有够吼，200%有够超过诶啦吼。啊，但是咱就拢袂记啊，或者是无传承落来，就袂晓用吼。好，耐用 durable 吼。我来看一下，来惯死伊即个。用即个下行词典，无，我想讲 durable 收吼。好，好，咱即段咱就来读吼，我看几个人，含我6位吼。老卡若有兴趣要读的，则家己举手吼。安尼，咱一人一句开始吼。我开始吼。第四回入台传诗的家，芭比。入台传诗的家。入无？入是入，进入，嘿，入台传诗的家。嘿。系马文。曲说大川诗，徛起伫静水边。OK，歹势，大川诗，第四首马文飘台就好，飘台就好。歹势，第四首入台传诗的家。好，玉文。好，入台传诗的家。Sunny。台传诗的家。玉玲。入台传诗的家。好，曲说大川诗，徛起伫静水边。好，曲说大川诗，徛起伫静水边。马文。曲说大川诗。徛起伫静水边。玉文，毋是，我对玉文。好，曲说大川诗，徛起伫静水边。Sunny。讲对啊。有零星，太好，好呢。讲对啊。对是对你。好，曲说大川诗，大川诗，徛起伫静水边。好，玉玲。曲说大川诗，徛起伫静水边。OK，徛
玉玲读了真好啦吼！我想想着讲要讲者，徛起甲徛起伫净水边吼，一般是我会读变调啦吼。啊，我拄则听头前几位较无变调，就是徛起伫净水边就转去啊吼。啊，变调可能较好啦，徛起伫净水边，即个起啊读变调吼。看你惯势倒位变调吼，南部变调、北部变调安尼吼。我是北部啦吼，徛起伫净水边。好，继续。有一个新妇仔某生一个囝，叫做清流吼，做一个读。芭比。好。有一个新妇仔某生一个囝，叫做清流。新妇仔某，毋是某哦，某就变成老母啊吼，是有一个新妇仔某吼。新妇仔某。嘿，生一个囝叫做清流吼。好，马文。生一个囝叫做清流。有一个新妇仔某生一个囝，叫做清流。玉文。有一个新妇仔某生一个囝，叫做清流。玉玲。有一个新妇仔某生一个囝，歹势生才对，生一个囝叫做清流。三年。好。有一个新妇仔某生一个囝，叫做清流。为着不正，照当时的法度。两句啦吼。为着不正，照当时的法度。毋是法度哦吼，法度。度。嘿，度甲某，度甲某拢有加一点，所以爱读做乌吼。法度。嘿，对。好，马文，歹势。为着不正，照当时的法度。玉文。为着不正，照当时的法度。玉玲。为着不正，照当时的法度。哎，三年。为着不正，照当时的法度。嘿，就写遗嘱互伊去。来，芭比。就写遗嘱互伊去。嘿，相款写其实是爱变调啦吼，因为后壁迄个受词吼，着爱接做伙嘛，就写遗书哦。看你要南部变调、北部变调拢会使吼。北部变调是唱悬去写吼，啊南部变调是第一声写吼，变成第七声啦吼，五七变第七声吼。就写遗书，这是南部的变遗嘱吼，就写遗嘱，这是南部的变法。好，马文。就写遗嘱互伊去。嘿。玉文。就写遗嘱互伊去。玉玲。就写遗嘱互伊去。嘿，三年。就写遗嘱互伊去。迄时清流遥细汉，吼，遥嘛是爱变调吼。迄时清流遥细汉，来，芭比。迄时清流遥细汉。哦。迄时清流遥细汉。玉文。迄时清流遥细汉。玉玲。迄时清流遥细汉，听有是细汉还是细汉？伊是写细汉吼，啊无腔口差啦吼，有诶读细汉，有诶读细汉吼。
有诶读细，有诶读细吼。轻声细碎，无这是另外一字，歹势。我看细汉吼，细汉啊，或者是大细吼，即个是大小迄个小啦吼。但是毋是汉语有人是写粗细迄个细吼，所以我即嘛一时仔想袂其他诶词吼，就是大细啦吼。有诶，阮讲大细吼，啊，咱无讲大细吼，所以细汉其实是北部腔吼。好，Sunny，迄时清流还细汉。迄时清流还细汉，嘿是。迄时清流还细汉。嘿，白话字 SOE 读做细吼，毋是细吼 ，S 是 SE 尔吼。OK， 好，咱后一撮，来，我开始吼，我先甲读一遍吼。光阴亲像箭，念边过了几若年，至今已经23岁。虽然无爸无母，这只就是迄个母和顶头新妇啊母无共吼，啊音嘛爱会晓读吼，无会分袂出来吼。虽然无爸无母，我咧想讲因老爸当时过身啊，那无讲起啦吼，因为进前因老爸是搁伫诶吼，23岁因老爸过身啊。虽然无爸无母，犹顾殷勤无业，精节可处，互众人大学乐。好，咱一字一字来看哈。光阴亲像。有啦，因老爸过身去啊啦，因老爸过身去啊，就是迄阵因为真病残去因兜，啊就讲过年就是第2年老爸过身。对，有讲起这个，嘿，对。反正当老爸去世安尼啊，对。老母拢无，啊，才剩一个啥物？着穿迄个吉所生的吉伯小弟，所以剩2只弟啊。即2只弟啊是共公尔，就是共一个甲公嘛，毋是共一个老爸嘛。嘿啊，迄阵是安尼啊，所以确实影是真正无爸无母安尼。哎，是，感谢马文吼，故事我已经读过袂记啊吼。光阴亲像箭吼，光阴亲像箭，光阴的时间啦吼，光阴嘛吼，即个无啥物歌词。光阴似箭啊。对，嘿，就是白话讲法啦吼，亲像箭，就是箭就是箭啦吼。即个和华语差足侪吼，所以大家因为箭是白话读法啦吼，咱来查一下箭。我先用汉字。有2个音嘛吼，一个文音，一个白音啦吼。箭是文音，箭是白音啦吼。啊，咱讲，当你讲光阴似箭吼，可能爱安尼读法，因为拢读文音嘛吼。光阴亲像箭，就是白音的读法啦吼。光阴亲像箭，啊，你若要读文音，光阴似箭，文音就光阴似箭吼。其实拢爱读文音啦，但是咱无读过汉学啊，其实足侪字的文音可能咱是读袂出来。啊，读会出来是受华语影响，因为华语有保持一寡文音伫的，所以咱会当读出伊的文音安尼吼。好，光阴亲像箭，过来，念边过了几若年吼。念边是毋免知，因为大家都知意思。但是迄个音可能，台湾人较袂惯势讲念边啦吼。LIAM 第5声边 PINN， 歹势。切换者，
两边。好，来，我咧头嘛讲甲头前迄个念的合喙音，怎甲后壁的 B 截掉去？所以我自细咱讲念咪来，念咪去安尼。对，伫台湾咱较惯是讲念咪啦吼，较袂讲念边啦吼。这是你若台里顶收的吼，念边伊会右手吉他腔口个念边练边吼。但是咱拢拄则马文解说啦吼，咱拢甲迄个后壁迄个 M 甲 E 念做伙啊 ，P 的音就减省去吼，念边吼。看你是惯是讲念咪啊念咪啦吼，拢较无迄个 P 的音嘛吼，即时随时就是念边吼，即时随时念咪笑念咪好念咪笑念咪来吼，念咪来就是随时要来吼，等下就来吼，真紧就来吼。所以伫华语内底讲啊，马上即嘛大家搁较惯势讲吼，搁较流行讲迄个希腊语立马吼，其实拢是念边吼。好，转来小说家吼，念边过了几若年吼，过了几若年，即个拢无啥物好解说吼，读过就好啊。至今已经23岁吼，啊无共腔口的读法，23岁、23岁吼，阮讲23岁。最近诚老练吼，3年迄个群组，我逐遍起算是看几百条，毋知影哪看去我咯，就人个拢无看。但是我看敢若足侪咧讨论即个腔口差吼。OK。岁甲岁吼是无共的腔口吼，但是这我其实我无学毋知，一学煞颠倒会愈来愈，我煞愈来愈毋知到底对即种是对即种吼，有时会颠倒过来吼。比如讲岁，即个 OE 甲岁 E 吼，岁是南部的讲法，南部的腔口吼，岁是北部腔口。但是有时佫会颠倒过来吼，变做南部是 E 啊，北部是 OE， 所以有时我即马我已经好甲我家己拢无法度通讲啊遮清楚啊吼。我知影是，比如讲岁啦、岁吼，即拢是南部腔口啊，岁岁吼，即是即个北部腔口安尼吼。应该免啥早啦吼。已经23岁。好，芭比，你敢有啥物事？到23岁才食，进前有啥物事袂晓？是要进一步要看会使啦，无一定讲会晓就袂使看，会晓等搁进一步来查数典字典吼。好，虽然无爸无母吼，就是无爸无母啦吼，这是。南部腔叫做母吼，这可能是个是啥物台南啥物关庙啊啥吼，才会即种腔口吼。台南府城甲台南关的腔口佫无共去啊。我听讲啦，我无介清楚，无介熟啦吼。台南府城的腔口，伊台南关的一字府城一讲是听知影你毋是府城人安尼吼。府城人有府城人的迄种骄傲吼。骄傲毋是负面词啦吼，就是迄种 pride 吼。我以我为荣安尼吼，以我家己做即个府城人为荣啦吼，为公荣安尼吼。所以一听即个外埔头来吼，外县市啦，毋是讲外县市，就是毋是府城的人听腔口就听出。我听讲，但是其实我听袂介清，无法度听讲会出来吼。好，啊，即个无爸无母应该是南部。毋知啥物所在是腔口啦吼，毋是讲南部全安尼讲吼，嘛是有讲母吼，母啦吼，无爸无母嘛是有啦吼。好，我来查一下吼。
甘字典要找即个音，毋知有无吼？某，无爸无母，称呼是大人叫做某，亲像老母，这是甘字典的。大字大词典的。大字大词典无收某吼，可能爱用其他腔口来测。我若无，我是毋知毋对对啊，完全无。安尼我用汉字。伊就有啊。伊有无厝、无具，但是即个高一字母字呢，伊佫用某即个音是写毋对啊，是安怎？母吼。老母吼，母伊讲漳州腔嘛吼，我拄则讲的南部腔吼，母，后来我嘛毋知拄则查某无吼，但是即马看佫有，但是佫有某的音，我着老母，较无人讲某。我有听母听某敢若毋捌诶，母亲、老母，我较安尼听啦吼，因为这含迄个外父迄个某的音着共音去啊吼。好咱转来小说家吼。虽然无爸无母，犹顾殷勤无业吼，犹顾游玩嘛吼，still 吼，犹顾，犹顾有啥物无共腔口的讲法呢？I A U 要第二声。I A U 要第二声，句 K U 第二声。摇句伊无写其他腔口吼 ，still 嘛吼。犹句殷勤无业吼，虽然安怎，犹句安怎吼，即个词诶用句型是安尼啦吼。虽然安怎，犹句安怎吼，就是头前后壁两个即个意思应该是本来是有冲突的啦吼。犹句殷勤吼无业，殷勤。再者殷勤吼，殷勤的北部腔是读做温群吼，温群 KHUN 吼，我可能爱查温群，查迄个北部腔查。好，温群吼，南部腔叫殷勤吼。泉州老泉腔，泉州腔，群啊，群吼，我毋知读对啊毋对吼，即个 IRN 我嘛无啥会晓读吼，群应该是安尼，可能是安尼，群吼。好，
温群是阴勤是困切勤劳吼，勤勉，困切困劳困勉吼。看一下日文版。OK， 温群伫遮哈，温群年五路新设置引引空读勤勉，看起来是无别项什么其他意思啦吼，就是拄则讲的即寡。困切勤劳困勉吼。犹古殷勤，犹个真骨力啦吼。当然，即个白话讲法吼，有一个叫做骨力吼。骨力，我看觅骨力的，我若骨力 KUTLAT 第8声。规说嘛是困勉吼，共款是困勉。我要来查即个骨力食力什么意思啊？贫惰吞烂哦，骨力食力贫惰吞烂吼，意思是困勉才有物通食啦吼。骨力食力啦吼，我应该安尼读啦吼。骨力食力贫惰吞烂吼，就是你若骨力就阁有通食，啊你若贫惰就只好吞烂吼。骨力溜溜，非常困勉。好，我来查一下困勉诶规则，看阁有啥物讲法啦吼，我一时仔想袂起来。好，这是用困勉去查即个规则内底有困勉吼。咱来看一寡词吼，克困、克俭、克苦啊，克困、克苦吼。这是文言讲法啦吼。平常白话较无，可能较罕人较罕来讲，安尼讲吼。另外一个就是困吼，直接困吼，迄个勤吼。困有功戏无益吼，就是你骨力就有即个有功有效果啦，有功效吼。啊，你若干若要佚佗，规工用吼，浪流连都无好处吼。困有功戏无益吼，这是原来是文言讲法啦吼。困学吼，困学吼，困勉读书啦吼。高一个困字就是骨力的意思啊啦吼。我想看觅，我记得较早阮听一寡马来西亚来伊会讲啥？因的一个词我即嘛一时仔想袂起来。你若知影，你想起来再甲我讲者吼。就是含即个困字有关的，我一时仔想袂起来。好，困吼，是另外一个词，就是真困勉，就是困用功，勤啦吼。即拢白文言词啦吼。困紧，即嘛是吼，困劳吼，困劳的勤劳嘛吼。另外这是文言词，规则直接讲啊，就是文言词叫困劳吼。所以华语吼。华语讲填五事运动了后，要尽量要啥物白话文运动吼，其实做到无讲介清气吼，应该是讲足无清气吼。所以华文内底其实保持足侪文言讲法吼。啊，当然除了迄个号字汉词以外吼，原本的即个文言词就阁留足侪吼。我讲无清气，当然是用足负面的方式去看待吼。毋是你甲学了吼。啊，好侪汉词其实就是
一种文言诗的应用啦，吼，就是对文理的即个文音来，吼。啊，所以日本人后来因就嘛是放弃即种和谐汉字，就是尽量无用汉字，就是尽量要做新词，都用外来语，安怎的发音就安怎写安尼吼。无像迄当阵伫个差不多是明治维新迄当阵吼，哇，一个新海的书就要想办法要用汉字要甲写出来，要甲读出来安尼吼。啊，后来因的观念就改吼。所以就是我认为这是观念的进步啦吼。啊，但是你若惯习讲华语，就我就老足侪文言词，咱敢若就有学问安尼嘛。其实我认为这是观念一直无法度进步的原因。老一寡屎尾伫遐无法度，就是放袂掉安尼吼。好，困劳，所以嘛是搁惯习讲勤劳吼，伊无别的即种白话讲法啦，可能无啦，我毋知，因为北仔话我也袂晓。你若北京人可能因知影讲，阮在地有另外啥物白话讲法，啊，伊一讲你搁听无吼。啊，即个即嘛字语的来源之一嘛，就是即嘛少年人来讲的即个新旧文的字语来源，因迄就是因在地的词嘛。啊，所以你听起来感觉哦足新鲜，啊，其实可能无定人伫咧在地用几千年啊，对无？即个语言在地化，甲语言要外国化，硬要外国化，还是讲迄个对咱来讲，迄是外来语啦，吼，就是即马少年人所讲迄词语即个 term 吼，所表示的迄个指写迄外个物件，其实对咱来讲是外来词啦，吼。好，过来，当然整个华语就是都拢是外来词，这是无啥物好讲吼。群王吼。群免的君王，哎哟，这含咱所知影的迄个意思无共哦吼。当咱讲群王的是啥意思？是啥物意思呢？就是要去保护君王吼，毋是叫群免的君王的意思吼。就是君王受到人的即个欺负吼。我要来去保王群王保驾嘛吼，就是即个群王的意思吼。我即摆这是一支笔课内底吼。群王原意是指讲君主制国家中君王有难而臣下起兵救援君王吼，这是群王吼。唐朝乐平王为持敬业讨武教，即个我袂晓读吼。诗文即个我袂晓读着学起来吼。我看觅，虽然学即个文言诗，其实伫生活中用袂着。读做学吼，学文吼，是读做诗吧？我毋知影即个华语是毋读做诗。好，就是即个乐平王内底有写讲，强立群王之，这是分晓哦。我袂读啊，迄文言的。啊，伫即只大理大书典，我是群免的君王。我看觅啊，即只原意。伊去笔考讲原意，结果后壁有啥物其他的用法，伊无讲吼，所以是毋是后来是有迄个群免的君王的意思吼？我无解清楚。我看其他的书典有收无？汉典。群王，这是《晋书·谢安段》有写，下务群王，手足，这个我袂晓读吼，偏之，我看觅啊。
偏是边吼，边。歹势，我先看一下边什么意思。边是皮坚定，皮坚吼，皮厚厚，骹手结烂，结烂就是节俭的意思吼。等下查即个结烂的烂吼。你手即个节俭起茧子吼，这叫做结烂，台语的讲法叫做结烂吼。啊，所以便利就是骹手结烂嘛吼，皮变厚厚。便后壁是指吼，指共款意思吼，骹手的皮厚厚吼，目骨的粒仔结烂吼，好，所以便指手足便指就是骹手磨甲着磨甲结烂，所以台语讲着磨，就是讲你算你辛苦，日子过了辛苦，甲你磨甲你骹手结烂安尼吼。骹手便指吼，便指是文言讲法吼，所以就是偏支啦吼，华语的偏支，其实我平常时嘛毋捌去查迄字的原本的意思，我今仔日才学着吼。虽然即个词自可能初中、高中就会晓的吼，但是真正每一字意思今仔日才学着吼。便指。咱对头开始看起吼，莫走伤远去吼。下午困王，手足便指我毋知影原本的意思啥物意思吼。是毋是讲即个困王即只就是困免的君王的意思吼？这我都毋知吼。啊，第二个，对，无毋对，困王伊讲第一个角色就是尽力伫王事吼，就是做一个足骨力的困免的即个君王嘛，叫做困王吼。另外是要救伊迄个臣下发兵要救即个君王吼，叫做困王，这两个意思啦吼。啊，伫大理大词典敢若收头前即个意思尔吼，困免的君王。好，结咱等下再看吼，我先记者，我看时间够够。剩7分钟，等下若有时间来看结咱吼，节俭啦吼。其实早嘛可能无啥物其他的意思，就是结咱就是安尼吼。过来是骨力吼，这是咱讲即个台语内底的即种白话讲法吼，叫做骨力。汉字你安尼写吼，你加写一寡吼，有一工即个生仔人就会摕去用啊吼，若敢若吐槽吼，伊会摕去用吼。对因来讲，这是台语来，但是因毋知影啦吼，因想讲哇，恁台湾人诚有即个要怎讲，就是诚厉害吼，有法度想一寡新词出来吼。但是这是在咱用几千年啊吼，骨力吼，骨力食力吼，并断吞烂吼，拄则讲的吼。过来，骨力上就是做代志骨力的个性勤勉的人吼，骨力上吼。力上是活泼勤勉家。力上，我毋捌安尼听人安尼讲咧，力上，骨力上，可能是对骨力上来啦吼。啊，即个上应该是文音啦吼，骨上是白音啦吼，骨力上。温群吼，这拄则讲过吼。好，所以骨力就即种讲。大部分是文言讲法啦吼，敢若白话讲法是骨力尔吼，温群这其实拢文音啦。过来，咱来学一下结咱 ，KIATLAN 吼。哇，
对啊，我拍毋对去吼。结咱手底或者是骹底，因为做工吼结硬皮吼硬皮吼，就叫做结咱吼。来古一个咱字啦吼，我看觅咱。哦哟，咱伊个有收大理大书店收即个，我拄则讲便纸吼，伊收便底，原来即个读做便底吼，台语。等下我知啦，因为纸可能是文音读法吼，底我毋知是白音无，还是错白音嘛？我感觉是毋是错白音？好，骹结咱，手结两咱，收骹咱吼，即个咱字，就拄则迄个偏哦，这毋是哦，这是我想讲是个偏字，毋是。好，便底，我若查即个便底敢有即个词啊？便第5声，底第1声，颠倒便底无收。看原册，咱他国他国是日语的讲法咯。字小他国。他国是，我日语无熟到即种程度啦吼，毋知影平常时即嘛日本人佫有感觉咧用即个他国即个词。当然，即个迄个塔科亚克，即塔科亚克无共意思吼，塔科亚克。好，转来大理大书店遮吼，讲即个咱就是塔科。就日本版的规则就是咱就是即个偏支吼，就是拄则讲便底便支吼，偏手知足啦吼，因为偏支就是咱啦吼，安尼讲啦吼。啊，所以偏手知足就是骹结咱，手也结咱，全咱吼，安尼理解哦吼。所以今仔日学即个词就真足清楚即个字的来源吼。支我拄则讲支，另外一个音就底嘛吼，所以是文啦，就是讲白音底文音支安尼吼，应该是啦吼。皮口歹势皮交吼，就是支吼，结咱就是支，就是底啦吼，底啦吼，结咱就是支啊是迄个底，但是这拢是文音平常时较袂安尼讲啊，拢讲结咱吼。我看下时间，剩1分钟。犹句殷勤吼，拄则是对即个殷勤来吼，温困吼，无夜，夜就是夜先吼，夜先吼，就是犹句温困无夜先吼。查一下即个夜哩 ，I A 第3声。夜字第一个意思就是咱真讨厌吼，真鲜吼。例句例词，鱼看了真夜吼，鱼看了真夜，真夜鲜啦吼，真讨厌吼，无想要看吼。所以看了即个夜字吼，会晓用啦吼，无你着即华语无安尼讲嘛，所以你着袂晓安尼用吼，对。爱有起来吼，鱼看了真夜。第二个意思是疲劳真忝嘛是夜吼，所以夜先吼，夜先有2种意思啦，一种是拄则讲的迄种讨厌吼，哇，看了真夜先吼。
真正是讨厌。啊，另外一种是真忝吼，看了感看了足忝的安尼吼，疲劳真忝吼。拄则伊甲例书写伫头前吼。拄则即个讨厌真鲜吼，伊个例书比如讲鱼看了真鲜，肉我着食甲真野吼，吃腻了吼。华语的吃腻了，台语嘛是会使安尼讲吼，食了真野吼。莫讲吃腻，直直要想咧腻，台语音要安怎发音吼？台语着无安尼讲，台语无发安尼音，台语是讲真野吼。我即肉我食甲真野吼。但是足侪人已经袂晓安尼讲啊吼，因为惯势讲腻嘛吼，袂晓讲野吼，袂晓讲厌吼。第二个词真忝吼，身躯野吼，野到要死吼，就是忝到要死吼。身躯忝吼，即嘛会晓讲忝，但是袂晓讲野吼，因为华语嘛无野用野来形容忝的即种感觉，所以袂晓讲啊吼，袂晓讲来学起来爱。捡转来吼，温困无夜吼，这是小说内底安尼写吼。所以犹久温困无夜，犹久殷勤无夜吼，无夜线吼，袂忝吼，犹久骨力，犹久真骨力吼。虽然无爸无母，犹久殷勤无夜吼，无夜线，即只当然是。无即个无感觉忝啊吼。我看下时间，过2分钟啊咧。这若要我看后壁，精节可处，互众人大懊恼。敢若即个精节嘛无啥好讲，精节其实就是贞洁嘛吼。精节即是我讲嘛，文白话敢佫有其他讲法。咱来看一下精节 ，CHENGCHIAT， 精操、精节符、精节吼，精节可处。精节可处，无其他的讲法哈，就是贞洁可取吼。这文言的讲法啦，平常时讲话较袂安尼讲吼。但是你若白话要安怎讲？精节可处，即种写法当然就是迄种文音留落来。我拄则讲文。白话化无清气所留落来吼，精节可处。白话是要安怎讲，我着一时仔才想袂起来吼。非常精节啊，但是问题就是即个词精节着已经是文词啊吼。白话可能无即个词啦，可能啦。至少我即马一时仔想袂起来吼。精节可处，互众人大懊恼吼。众人就是大家嘛吼。大懊恼就免知吼，大家知影意思吼。就甲 praise 甲赞美吼，赞美吼。好咱甲即段读过倒来规房吼。无加人，好，来开始。光阴亲像箭，连边过了几若年，做一个读吼，因为佫押韵。来芭比。光阴亲像毋是光阴哦，伫遮是写光阴。音啊，我佫读袂出来啊。光阴这样吗？嘿，对。光阴亲像箭，两边过了几若年，是，过了几若年，
连边本来第一声连边啦，我是甲变调去啊吼，就是为虾米读过高音是变调去，连边过了几若年吼。好，马文。光阴亲像箭，念伊过了几若年。好，玉文。光阴亲像箭，念伊过了几若年。是，玉玲。光阴亲像箭，念边过了几若年。是，Sunny。光阴亲像箭，念伊过了几若年。是，志勤已经23岁吼。好来，芭比。志勤已经23岁。是，马文。志勤已经23岁。玉文。志勤已经23岁。是，玉玲。志勤已经23岁。是，Sunny。志勤已经23岁。玉玲，你是毋是南部人？台中。台中哦，因为我听你字阁会读字吼，这我印象中敢若是南部腔 ，OK， 就这样。字是迄个台中，啊，阁有一部分的家字，啊，敢阁迄个台南麻豆，伊敢我听迄个一个 podcast 咧有讲着。哦，讲啊，台中是敢若南屯遐个款。会讲印象字吼。中南屯其中一个，嘿，台中的南屯是一个，啊，毋知阁台中其他所在无，我毋知，反正目前我所知就是台中南屯，啊，嘉义敢若是嘉义市还是埔子，我袂记清。啊，然后就是台南麻豆，我知影是即几个咧。人伊迄是入规柳，就 Z 会变 LI 嘛。对。拄则讲迄三个，就是伊会讲字安尼，就一个较特殊的就对啊，大概安尼。就是像阮就已经蓝音就变 J 变 L 啊 L 个另外个变化个变 G 安尼吼，所以 JLG 这种三个音拢有人讲啊，讲起来即嘛变腔口差啦吼啊，所以你若有法度你若有法度无共的腔口的吼，好好啊保持，即嘛拢是保吼。OK， 所以听了真欢喜。好，过来继续吼。虽然我拄则讲像即个 J 拢会改做 L， 就是阮的腔口拢会蓝音去啊，就 J 拢改做 L。虽然吼，我平常伊讲话其实会拢有虽然吼。我是以后来读巴基勒班圣经才会知影讲啊，原来是原本是读 J 吼。虽然就较会去。就受到影响啦，就会去读即个音，但是其实我较早拢讲虽然吼。好，虽然比如讲写字吼，虽然吼啊，就即种 J 阮拢读做 L 去啊吼。虽然无爸无母，犹久殷勤无业。芭比安尼伤长袂？你读看觅啊？袂，虽然无爸无母。犹久殷勤无业。嘿，是真好。虽然无爸无母，犹久殷勤无业。对啊，爱像马文安尼，一字一字加，一字有自信安尼甲加出来，加音加出来吼。逐读袂要紧吼。玉文。虽然无爸无母。犹久殷勤无业。是玉玲。虽然无爸无母，犹久殷勤无业。是Sunny。Sunny。有我伫喙，虽然无爸无母，
要久殷勤无厌。是，甜瓜判牧师伊嘛是受巴基勒班圣经影响的款吼，所以内底即个江泉蓝足严重吼，所以有时啊你看到底这是南部腔还是北部腔，有时看袂出来吼。啊，我所知影我就知影我就讲啦，毋知就只好照读安尼吼。过来继续，精节可处，互众人大大学乐。来，芭比。精节可处，互众人大大学乐。是。学乐才对，学乐。对，学乐，爱读学乐哦吼。马文。精节可处，互众人大大学乐。玉文。精节可处，互众人大大学乐。玉玲。精节可处，互众人大大学乐。三年。精节可处，互众人大大学乐。即个学字吼，其实有两种无共的读音啦，两种腔口啦吼。学有较头前，有较后壁吼。学甲学啊，但是我拢读较头前啦，读较后壁我较袂晓吼。听讲是台南迄边啦吼。蚵仔煎，因讲蚵仔煎啊，蚵仔煎吼，其实是无共，一个较头前，一个较后壁。我无介清楚这腔口差对腔口差吼。蚵仔煎，马有你敢有法度分出？还是知影讲这两个腔口的差伫倒位？伫倒位你讲的？因敢若是讲用迄个，若用音标来讲吼，因为对台语来讲，我就讲嘛，两个乌才是乌，一个乌是学，啊，毋过迄个学搁甲有一个音标是迄个诗的另外一。照行的诗啦，伫音标内底有一个符号，毋是照行的诗，诗你是算记诗经，啊，迄个学是顺时经嘛，啊，所以我就讲，台语两个学才是学，啊，一个学是学的时阵，含因讲迄个顺时经迄个学，佮敢若无相款，啊，这就是可能北部南部迄种，就讲有一种是。蚵仔是动物嘛，两辈一个肉类的，啊，毋过蚵仔是食物类的，啊，敢若是咪倒位，就是讲拄仔会含别位讲的无共款音。可比讲我会讲蚵仔甲蚵仔嘛，啊，毋过因敢若会倒摆讲，啊，就怎无讲清楚的时阵就烂去安尼。毋是，马文，其实你误解。白沙屯啊。白沙屯小等下吼，马文，其实你误解我意思啊，我讲。学吼有两个音，一个是较头前叫做学啦吼，蚵仔煎啊，一个较后壁就蚵仔煎安尼吼，其实拢是学的音，无一点的吼，拢是一个学尔，但是腔口差。白沙屯拄则是玉玲哟，你知影白沙屯遐有无共的腔口遐？因就是学啊，我会记得以前老师捌讲过一个。老师，我知影，老师你讲即个学甲学的发音有一个较进前、较后壁安尼啦。嘿，对，嘿，就是你拄则迄个。老师是毋是要讲这？学啊，对，是有一个较头前，有一个较后壁，毋是迄个毋是迄个有乌点的两个乌的吼，完全无共吼，迄是乌吼，迄是足明显的。但是学有分头前学较后壁学，我分袂，其实我发袂解出来吼。我知。你知你讲嘿。我学的就是这种是中部腔，讲是中部腔，啊变做伊的乌甲乌吼，就是一个是乌嘛，乌伊就是乌，啊毋过伊的乌是乌，啊其实是伊是做歪，变做讲伊的强调讲你若要讲乌，你就爱乌，你嘴爱移，啊你若是讲乌互一个乌尔，你来讲乌。就安尼就好啊。我
我感觉这含我拄则讲个佫无共另外一回事吼。你讲的拢是两个乌即个音的差异啦吼，即个差别。我讲的是一个乌的差别，就是头前有后壁一个乌。你讲的两个乌佫有分哦，我今仔日才听着。OK， 好啦，因为我嘛无。我意思是讲一个乌的啦，吼。哦，一个乌，人会讲乌啊，吼，啊，毋过我乌的毋是叫乌哦，是乌。哦，是乌，毋是嘿，哦 ，OK。毋过，我是补充讲，若讲要乌，毋是做我的，吼，无毋对，就做我，伊就讲你乌就爱搁较圆。哦 ，OK， 了解。讲起来拢共款。我想看觅，平常时看你较惯是讲蚵仔煎还是蚵仔煎，看要头前啊较后壁啦。你家己发音的时候，你着较注意诶，看你是头前啊后壁呢。啊，拢会使吼，我毋是讲做一个正确无，迄敢若是地方腔口差尔。但是你一听会出来，一个讲较头前，一个讲较后壁安尼吼。好，今仔日甲第9页总算读煞，咱甲第9页敢若读几啊节课去啊吼。第9页读遮久诶，好。后礼拜再搁继续吼，今仔日到遮，咱来关房，感谢各位。有兴趣再加即个房吼。感谢。多谢阿关，多谢大家，谢谢各位。